好来，乡亲啊，这个国际上新冠病毒的疫情又搁亮起来了。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，25号全世界增加46万例确诊的病例，这已经是连续第3天来创单日的新高。其中有将近一半的病例来自欧洲地区。25号法国确诊的病例数5万多例，意大利2万多例，双双来创下着单日的新高纪录。这个法国确诊的人数已经来到113万人了。另外，西班牙的总理嘛，因为这个第2波的疫情，过来宣告讲，全国进入到紧急的状态。暗时的巴塞隆纳街仔路冷冷清清，只要有人出现，警察就会赶紧爱因转去。欧洲又搁发生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啊，各国确诊人数大量的增加。世界卫生组织的资料显示讲，昨昏全世界新增加超过46万名的确诊病例。连续第3天创下一天上悬的新纪录，其中一半是来自欧洲国家。西班牙总理桑杰士昨宣布讲，全国进入紧急状态，除了加纳利群岛以外区域实施宵禁。Se prohíbe la libertad de circulación de las personas desde las 23 horas de la noche hasta las 6 horas de la mañana en todo el país. 那伫规定时间内袂使出门，嘛袂使去别个区。较早时疫情重灾区意大利嘛面临第2波疫情的打击。昨意大利卫生部的通报，竟然新增加超过21000名确诊病例，这是一天通报的新冠纪录。为了防止病毒扩散，意大利政府宣布，为今日开始，酒吧、餐厅等等场所下晡6点一律停止营业，健身房、电影院等等嘛要关起来，袂少人趁实施禁令进前赶紧甲朋友去食饭。法国伫昨嘛通报新增加5万几名确诊病例。这是一天的新冠纪录，总确诊人数更加超过113万人，敢若卡输美国、印度、巴西甲俄罗斯，排名是全世界第5名。法国已经宣布扩大宵禁令，差不多70%的民众会受到影响。